客家巫师介有故。一天内呢，6月半边儿开始，有的工人也是生拿葡萄，下巴儿为糖豆打造出来，用同介人讲，有看到介有故咧。可能听到人唔知乜介是介有故，就係國語講介獨角仙啦。不管講介萬神也妙，前難得妙方有心，慢慢地向工人化來經營，在苗片面前介接棒，做一隻介有故介生態教育引起，呢度從青島涌拍介有樹，經過3年介照顧，所以仲算提倡起來咧。介有故介復育也前成功。今年7月份為第1期盼介有故生態教育結合在地小農界大型活動，其他活動鬧棒人慢，做得慢慢地帶動地方界發展，甚至變成在地文化界特色景點，也係撇出期間最可介老料為所。不管係老阿爸阿妹窮下視察而來，也係粗破下來春情離片。不過會提醒一下，最好在造先不點辦錢來多，日做會看到日多，日就是日少，因為介有故未當經驗會扛起來水木哦。可能有人會問介有故係乜介變介？其實佢就係介馬涌變介。又有人會問，讓會按到介馬涌按sen是介名嘅喏？因為介馬涌當配當大妹，專門扛到天底下，頭擺莊下人大部分要學介兒，介馬為圖頂，介子到樹人度，用腳來緊貼親食，呢係介馬最好食，未最有肉介點心，就本人按到介馬涌。介有故介出世，主要係為傳推下去。野生介壽命差唔多有介半月到2個月左右。那係研究介，可能是1個月停停。野生介最好食介東西就係拍介有樹介樹嫩。研究介做得本機食西瓜老往里。講介有故到跳那當有生一隻窗角，係用來上打爭地盤。爭不樣用介，做得讓對方翹起來飛出去，非常雜無。馬介冇上角，老公介一比是地，真好人。係別乃狂控介高手，除了達人二十條狂乃控血群以外，最重要介係為上卵介事，為簽一則最營養、最秘密介為所上卵。等世界馬涌出嚟，仲有東西好食，又唔會有其他嘅危險，唔會半介馬來食鐵。所以下禮拜你老阿妹，也係阿婆，到財人度貴人，係要看到介馬涌，會夾夾鬧佢減奶轉去，就唔會開佢半吊兒食鐵，本佢做得平安快樂狀態，變成正正有勇敢嘅鐵甲武士。介有故哦。神夢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